鳥語禪鳴、蝴蝶紛飛。呢班參加咗自然寫作比賽嘅中學生嚟到大埔鳳園，透過觀察蟲草花木，學習用自然寫作嘅方法同技巧，為變幻無常嘅自然界留下記錄。我寫係呢個關於美鳳蝶嘅，翅膀撲騰來撲騰去，葉子處在身下，期待着它的寵幸。如果淨係睇書嘅話，可能係少咗自己真實嘅嗰種感受，親身經歷咗呢個係有多唔同嘅感受。成語當中有好多蝴蝶嘅元素㗎。主辦活動嘅作家周文律同學生分享描寫技巧，認為親身體驗可以刺激靈感。語文推廣活動嘅使命就係希望咧參加者可以更多同埋更好咁運用咧語文，佢可以通過我哋呢一次嚟嘅觀察，再結合一啲嘅寫作嘅活動啦，咁佢可以有機會咧多啲去運用中文咧去表達佢對大自然嘅所見所感、所思所想。我哋好睇得到咧，即係有真切嘅觀察嘅學生咧，佢能夠寫到咧更加有情味嘅作品。